林市湖中正路顶有一间超商，这40年来，每一年拢会白粽卖粽，有传统嘛有创新的口味。啊，这个南部粽一粒也是35块，10年来拢无起价。古早味的南部粽，这个口味为第一代到今嘛已经有40年历史啊，这是四湖人拢知影的好滋味。我从19岁加20岁伫北。 啊，咱的古早味，咱的传统做起来。从因开始咧卖，我就来甲买啊，就对啦。口味真好食。除了传统口味，也有各种海产的口味，尤其是传统的南部粽，10年来拢无起价。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，很多在地的孩子哈外出啊都没办法回来啦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在走网络宅配的这个方案，就是让外出的游子哈可以吃到我们家乡的味道这样子。对在地人来讲，这个传统的古早味40年来拢无走味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